莲或者养一些水培植物，应该用什么样的土壤来栽种呢？我教大家就选择这种专业的晚莲泥来进行栽培，因为它专门为这种水培植物所设计，这种土壤粘性强，让水培植物的根系在里面可以固定，可以生长，会长得更好。而且呢，它做过精细的过筛，不含有大量的杂质，水培植物的根系自然会长得更好。通过近景我们可以看到过筛之后的晚莲泥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腻的，所以我们养水培植物说我不知道水培植物半土半水养，这个半土用什么样的土种？比如说你养什么富贵竹或者养什么铜钱草水培绿萝之类的包括晚莲都不知道用什么土，但这种专业的晚莲泥它就是很适合水培植物的，所以大家记好了，养水培植物你就用它。